这刻唔那是台湾的国际友伴，这几年也有真侪文化交流。今年9月29、10月要伫咧台南举办一系列的艺文活动，主题就号做一刻秋日上有台南。会透过市啊、电子音乐、玻璃工艺等等，也有含这南美馆、台本馆合作，唔那要深化文化交流，也要甲双方的关系扩好愈活。台湾含捷克有真侪文化交流，像故宫的脆角白菜嘛，当地捷克展览。今年秋天，捷克含台南美术馆甲台湾文学馆合作，举办一系列的艺文活动，包括甲世界有名的捷克玻璃工艺重新展搬到台湾，也有电音活动 Launchmeet Festival， 要互民众感受国际电音甲电影式的声光体验，透过各种活动甲捷克文化介绍予台湾民众。I think to myself, maybe we should bring some Czech culture to Tainan to introduce the local art lovers and culture. The Czech glass making and Bohemia crystal, it has a really long history in Czechia. We'll have a chance to really experience Czech popular culture. We also do cinema, and we decided to feature winners, Czech Oscar movies. And we actually starting this weekend. 这摆活动主题就号做捷克秋日上有台南。电歌嘛要伫南美馆放捷克嘅经典电影，游子也有严密监控嘅列车。观众表示，这嘛和台湾当代讨论嘅进行正义真有关系。因为台本馆嘛有捷克嘅囡仔册展，也会展出这几年台湾翻译到捷克嘅文学作品。不只是会使来看捷克电影，嘛会使来体验讲，阮白色恐怖嘅迄当阵嘅时阵，阮台南嘅文学家叶石涛、洪烈来吼，关的迄个。咧关于迄个所在吼，那所以这个历史上面的交汇，嘛差不多有31种吼，啊，伊的主题的包括人权吼，啊包括性别。一系列的活动自9月20起到10月，希望透过音乐、电影和册展等等的内容，和台南正做捷克文化亚洲舞台。希望透过文化交流，甲捷克和台湾扩加愈活。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